各位街坊，咁多位觀眾朋友，唔知你哋最近去大家樂食飯，有冇發現一啲好大嘅轉變呢？唔知由幾時開始，我哋行入連鎖快餐店，好似入咗一間免費自修室或者長者聯誼會咁。你想安安樂樂揾個位食碟叉燒飯？對唔住，一係就有人用一本10幾年前嘅英文書霸住個位，一係就幾位老友記擺埋晒啲買餸袋，一杯熱奶茶由朝早8點坐到下晝4點。不過我同大家講，呢個老馮霸位嘅時代可能真係要終結啦。最近網上瘋傳幾張相，全港市民直情好似發現新大陸咁，因為大家樂竟然破天荒出手清場，分店直截了當貼出告示，寫明非進食時間請勿長期佔用座位。今次真係老友記又好，學生哥都好，通通冇面俾。呢個消息一出，成個網絡直情炸開咗鑊，大批網民一邊拍手叫好，一邊仲喺度跪求大快活同美心快啲跟進，一齊將呢股歪風徹底連根拔起。講真，呢個問題真係累積咗好多年，怨氣深到直情可以拍套電視劇。只要你喺香港生活過，都一定體驗過呢種無奈。以前我哋講起快餐店，重點係個快字，入去俾錢，攞餐，揾位，食完，行路。成件事本來應該係1刻鐘、2刻鐘之內搞掂嘅事。但係呢10幾年嚟，快餐店嘅生態完全變晒質。最經典嘅畫面，莫過於下晝2、3點，或者係放學時間，行入去望一望，明明有幾十張台，但係你手裏面拎着個托盤，真係行足3打轉都揾唔到一個空位。啲位去咗邊度？你望過去就會見到有班學生哥，幾個人叫一杯嘢飲，或者直情咩都唔叫，就將幾本厚到好似枕頭咁嘅教科書、筆記、彩色筆擺滿晒成張台，喺度做功課、溫書，一坐就坐足3、4個鐘頭。另一邊廂又有一大班老友記，可能係60幾歲、70幾歲嘅長者，佢哋好鍾意朝早叫一份最平嘅早餐，或者乾脆自己帶個水壺入去，就咁圍埋一齊傾偈、睇報紙、研究馬經，由朝早9點吹水吹到下晝2點，仲要將啲買餸嘅手拉車、環保袋塞滿晒條通道。最令人生氣嘅係，如果你真係買咗嘢食，行埋去好有禮貌咁問一句，唔該請問呢度有冇人坐？通常你得到嘅回報，一係就係一個極度不友善嘅白眼，一係就係對方好冷淡咁話有人㗎，一陣間返嚟。但係你企喺度等咗5分鐘、10分鐘，根本連個人影都見唔到。呢種情況全香港周圍都有，搞到真正俾咗錢，想舒舒服服食餐飯嘅上班族、地盤大佬，或者係推着 BB 車嘅媽媽，反而要好似乞兒咁，手捧着熱辣辣嘅熱咖啡或者雙拼飯，企喺餐廳中間眼巴巴咁望着呢班寄生族，真係成何體統？所以今次大家樂喺分店貼出呢張告示，雖然字眼上都算好客氣，只係提醒大家喺繁忙時間或者非進食時間，盡量唔好長期佔用座位，要將個位讓俾真正有需要嘅食客。但係呢個咁微小嘅舉動，對香港人嚟講，簡直係震撼過紅磡體育館開演唱會。因為咁多年嚟，呢啲大集團為咗息事寧人，為咗唔想俾人話佢哋歧視長者或者趕學生，基本上都係採取一隻眼開一隻眼閉嘅態度。經理見到有人坐咗成日，最多都係行過收走個空杯，完全唔敢出聲。今次破天荒貼出白紙黑字，等於係管理層終於醒覺，決定要為一班真正嘅消費者出一口氣。張相喺社交平台一傳開，成千上萬嘅網民直情好似贏咗波咁開心。大部分人都話一早就要咁做啦，大家樂今次做得好。有好多網民分享自己嘅血淚史，話自己試過無數次，晏晝1點鐘入去買個叉燒瀨粉，結果由碗粉熱辣辣，等到碗粉變埋凍湯，都仲未等到位，最後要無奈到捧着個托盤去一邊放餐具嘅高台度條條掹咁企喺度食。相反，隔籬張4人台坐着4個穿着校服嘅中學生喺度打緊電話機遊戲，打到大呼小叫，台上面除咗幾本雜誌同埋2杯溶晒雪嘅可樂之外，乜嘢食物都冇。你話呢種畫面，對於一個每日辛苦工作10個鐘頭，
好不容易先有半個鐘頭食飯時間嘅打工仔嚟講，係一件幾咁崩潰、幾咁唔公平嘅事。不過事情往往都有兩面睇。當網民一面倒大讚大家樂有骨氣、做正經事嘅時候，坊間亦都有另一種聲音出現。有啲比較體諒長者嘅人就出嚟講，話香港而家人口老化得咁厲害，65歲以上嘅長者比例越來越高，但係政府或者社區提供嘅長者中心、休憩空間根本就不足夠。好多老友記仔女又要返工，自己一個人在家面對四面牆，真係好孤獨、好寂寞。佢哋去快餐店，其實唔係故意想霸佔公眾資源，只係想揾個有冷氣、有杯水，又有少少人氣嘅地方，同幾位年紀差不多嘅街坊吹下水，消磨下時間，等自己個人唔好咁快退化。如果連快餐店都開始清場，呢班長者仲可以去邊度呢？同樣地，講到班學生哥，亦都有人幫佢哋講說話。香港嘅居住環境大家都知，一家幾口逼喺一間200-300尺嘅屋仔度，如果家裏面仲有細佬妹喺度嘈嘈閉，或者爸爸媽媽喺度睇電視，學生根本完全集中唔到精神溫書。加上政府嘅公共圖書館自修室，一到考試季節，位置少到直情要凌晨去排隊抽籤。學校放學之後又唔開，學生想揾個地方好好地做功課、溫習功課，去連鎖咖啡店一杯咖啡要50幾蚊，普通家庭嘅學生邊度負擔得起？所以大家樂、大快活呢啲地方就自然成為咗佢哋唯一嘅避難所。對於呢啲同情嘅論調，大批網民隨即反駁，話呢種根本係道德綁架。冇錯，長者需要娛樂，學生需要溫書，呢個係社會問題，應該係由政府、由社區中心、由學校去解決，而唔係強行將呢個責任推俾一間商業營運嘅快餐店。快餐店開門做生意，要交幾十萬甚至過百萬嘅租金，要出糧俾洗碗阿姐、收銀員、廚師，每一張台、每一個座位都係佢哋嘅生財工具。如果每個人都話自己有苦衷，入去叫一杯8蚊嘅熱茶就坐足6個鐘頭，咁快餐店嘅翻台率變做0，人哋蝕本執笠嘅時候，邊個去補貼佢哋？再講，呢個根本唔係你有冇錢或者你有冇苦衷嘅問題，而係一個最基本嘅公德心同埋互相尊重嘅問題。如果你真係有需要喺度休息或者溫書，喺非繁忙時間，即係下晝3點至5點，餐廳裏面明明有大把空位嘅時候，你坐多一陣，相信經理同埋其他食客都唔會太過計較。但係最令人頂唔順嘅係有好多人完全唔識得睇時機，明明已經去到中午12點半至1點半呢個最繁忙嘅午膳時間，出面排隊買飯嘅人龍已經排到出門口，經理都已經開始喺度維持秩序，但係呢班長期霸位嘅人依然可以視若無睹，繼續喺度高談闊論，或者繼續低頭做佢哋嘅數學題。你行過去提示佢，佢仲要大聲夾惡，覺得自己俾咗錢，坐幾耐係佢嘅權利。呢種自私自利嘅態度，先至係激發今次全港網民強烈反彈嘅真正原因。正因為大家樂今次跨出咗呢一步，全網依家最關注嘅就係另外兩大快餐巨頭大快活同埋美心，幾時會正式跟進？大家要知道，香港嘅快餐店文化基本上係三足鼎立。大家樂一帶頭，如果大快活同美心唔跟住做，好快就會出現一個好搞笑亦都好恐怖嘅連帶效應。想象一下，當大家樂全線分店都開始嚴格執行清場令，嗰班原本喺大家樂坐足一日嘅長者同學生會去晒邊度？好大機會佢哋就會集體搬遷，成批人湧晒去隔壁條街嘅大快活或者美心快餐。到那個時候，大快活同美心嘅分店就會變成重災區，真正食飯嘅客源會流失得更加犀利。所以網民話跪求另外兩間快餐店快啲跟進，唔單止係為咗啖氣，更係幫緊佢哋做市場調查，提醒佢哋唔好因小失大。不過要真正執行呢個逐客令，其實對於前線員工嚟講係一個極大嘅考驗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貼張告示出嚟好容易，但係當真正面對一啲面皮厚過恐龍皮嘅食客時，邊個行過去開口趕人呢？係收銀嘅阿姐，定係收餐具嘅姐姐？
香港嘅快餐店前線員工好多都已經係50幾歲、60幾歲嘅基層員工，佢哋每日工作已經非常之辛苦，又要推車仔，又要抹台，又要應付排隊嘅客人。如果仲要佢哋兼任保安員，去同班老友記或者學生哥發生口角衝突，真係隨時會貼錢買難受。之前就試過有網民影到，有分店經理好言相勸，請一位坐咗4個鐘頭嘅阿伯讓位俾一家大細食飯，結果個阿伯當場發難，喺餐廳裏面大吵大鬧，又拍台，又指着經理塊面嚟鬧，話自己食咗幾十年大家樂，係你哋嘅老顧客，依家竟然嫌棄長者，揚言要打電話去消費者委員會投訴，仲話要擺上網等大家公審。面對呢種近乎無賴嘅行為，前線員工真係打份工啫，好難要求佢哋每次都用條命去同你搏。所以有網民就建議，快餐店管理層如果真係想切實執行呢個政策，唔好只係貼張紙就算，應該要落實一啲具體嘅系統化管理。例如，有部分餐廳已經開始嘗試引入智能定時系統，或者好似一啲新派餐廳咁，喺顧客落單嘅時候，將收據上面白紙黑字寫明用餐時間為60分鐘或者90分鐘。當時間差唔多嘅時候，員工就可以理直氣壯咁跟着公司嘅指引去清台，咁樣就可以大大減少前線員工同顧客之間嘅直接語言衝突。另外，亦都有人提議，快餐店可以喺繁忙時段安排專門嘅大使，好似地鐵站入面引導人流嘅職員咁，一見到有人食完飯放低筷子超過15分鐘仲未走，就主動上前去收走所有餐具，並且好有禮貌咁奉上一句唔該晒，多謝光顧，出面仲有好多客等緊位。用呢種軟硬兼施嘅方法，既可以保持公司嘅服務形象，又可以達到清場嘅實際效果。其實講到底，大家樂今次貼出告示，反映出嘅唔單止係一間餐廳嘅座位管理問題，而係折射出香港成個社會對於公眾空間利用、商業利益以及人情味之間，應該點樣去攞一個平衡。香港人以往好自豪嘅一樣嘢，就係包容同埋獅子山下嘅互相扶持。以前生活冇咁大壓力嘅時候，街坊街里喺快餐店坐耐少少，大家都會覺得係一種社區嘅溫情，充滿着人情味。但係隨着時代轉變，當每個人嘅生活都變得越來越緊湊，當店鋪嘅租金人工升到喘唔過氣，而部分享用資源嘅人又失去咗應有嘅分寸同克制時，呢種原本建立喺信任之上嘅人情味，好不幸地就變成咗自私嘅擋箭牌。當包容被當成理所當然，制度就必須要行出嚟。今次大家樂嘅逐客令，可以話係成個快餐業，甚至係香港社會文明進步嘅一個小轉折點。佢話俾大家聽，無論你年紀幾大，無論你係咪要應付考試，都唔可以用自己嘅困難去剝奪其他人嘅基本權利。一間開門做生意嘅餐館，最基本嘅功能就是提供食物同座位俾消費者。如果連呢個最核心嘅功能都被班唔消費或者低消費嘅人破壞掉，咁最後嘅結果只會係全盤皆輸。依家呢個霸位時代嘅大門已經被大家樂撕開咗一條裂縫，全港市民都在凝視着大快活同美心，睇下佢哋可唔可以展現出同樣嘅商業智慧同決斷力。我哋當然不希望見到社會變得冷酷無情，但係我哋更加期望見到一個講道理、有公德心、大家懂得互相體諒嘅香港。希望喺不久嘅將來，我哋行入任何一間連鎖快餐店，買完一客熱辣辣嘅燒味飯之後，唔使再好似玩音樂椅咁驚心動魄，而係可以安安樂樂、舒舒服服咁坐低，享受一餐本來就屬於我哋嘅安樂茶飯。